今天这个地震，我们认为说，对于这个地区所累积的这个能量，它的释放是有所帮助的。对。那我们大概后续多久以内要留意比较大规模的余震？一般来看我们至少要有1周的时间来密切的监测我们长期平均值，全台湾的规模超过6的地震大概2次到3次。那我想，这是今年第2起原则上是符合我们平常的所谓的这个能量释放，这个能量释放的一个长期平均值我想我在前几次的发生的地震都有曾经说过，说我们下半年应该正常的话，我们应该还会有一次规模超过6的地震发生了那今天这个地震呢，就很明显的就符合到我们这个整体台湾能量释放的一个整个模式一个模式。刚刚在7点2分的时候，在宜兰县政府的南偏东方14.8公里，那也就是在苏澳镇的这个地方，这是在陆地上，发生一个规模4.6的地震。那这个地震的地震深度呢，有66.4公里，它的规模是4.6，所以它并不是跟刚刚这个5点28分的那个地震的余震，这是单独一个独立的一个地震。